歡迎嚟到拿鐵讀書頻道。今日我準備咗一本可以幫你奪回情緒主權嘅好書《不反應的練習》。大家有冇試過，明明今日心情幾好，但係返到公司被老細無理取鬧兩句，或者喺網上見到個唔識嘅書文留言問候你成個人就即刻火起，嗰種谷氣嘅感覺可以由朝早帶到返屋企，甚至影響埋你同屋企人食飯嘅心情。我想大家停一停，諗一個問題：如果人哋講一句話就可以令你唔開心成日，人哋一個眼神就可以令你自我懷疑，咁你仲係咪自己情緒嘅主人？定係你其實已經將自己個情緒遙控器隨手交咗俾一個你根本唔中意嘅人？今日同大家介紹呢本喺日本爆紅嘅經典，草芥龍信寫嘅《不反應的練習》。呢本書唔係教你做縮頭烏龜，亦唔係叫你變做冇感情嘅機械人。相反，佢係要教你一套最高級嘅心理防禦機制，透過不反應去獲得真正嘅自由。第一部分，梳理痛苦的演算法。好多人以為煩惱係外來嘅，例如係老細太衰，係另一半唔體貼。但草芥龍信話，你知煩惱嘅源頭唔係發生咗咩事，而係你對件事產生咗多餘嘅反應。想象一下，你個腦入面有一套自動行緊嘅演算法。第一，輸入，有人鬧你。第二， process， 你產生咗不滿、憤怒、想反擊嘅反應。最後輸出，產生煩惱、心跳加速、整日心情毀滅。咁點樣去梳理呢套演算法？書入面教咗一個好強大嘅工具，叫標籤法。當你感覺到情緒起伏嘅時候，唔好講我好嬲，因為我同嬲結合咗你就變咗憤怒本身。你要做嘅係好似抽離咗出嚟咁，喺心入面幫個情緒貼個 label。憤怒起咗身，睇下心跳快咗，呢種就係一種理性的覺察。你唔再係受害者，而係一個客觀嘅觀察者。第二部分，認可欲求。你係咪有被認同人？點解我哋咁難做到不反應？最大原因係我哋每個人內心都有一份極強嘅認可欲求 （desire for recognition）。我哋想人哋覺得我哋係好嘅，係對嘅，係叻嘅。所以當有人質疑你，你就會反射動作咁想去解釋、去反擊、去證明自己。但係呢個係一個無限地獄，因為你永遠控制唔到人哋點諗。如果你嘅快樂係建立喺人哋嘅 like 或者讚美上面，你其實係喺度吸緊一種叫認同嘅毒品。唔通人哋話你係垃圾，你就真係變咗垃圾？如果你喺街見到個黐線佬對住每個人都吠，你唔會覺得自己有問題，你會覺得個黐線佬有問題。咁點解當一個正常人無理攻擊你嘅時候，你反而要反思自己係咪做錯咗？記住，對挑釁不反應先至係最高級嘅蔑視。第三部分，慈悲係一種理性嘅能量管理。最後我想講下慈悲同原諒。好多人覺得原諒人好難，係因為佢哋覺得原諒代表對方冇錯。但喺不反應的練習入面，原諒嘅定義非常之理性。你要知道，你每日嘅心力配額同大腦空間都係有限嘅。你每日只有咁多精力。如果你將呢啲精力用嚟記住仇恨，用嚟諗點樣報復，你其實係喺度燒緊自己最珍貴嘅資源，俾仇人喺你個腦入面住大屋，而唔交租。原諒唔係大方，而係一場理性嘅能量管理。我原諒你，唔係因為你啱，而係因為我唔想再浪費任何心力配額喺你呢種人身上。我要放過我嘅大腦，將精力用喺我愛嘅人同值得嘅事上面。呢份慈悲其實係對自己最極致嘅愛護。聽完今日嘅分享，下次當你想爆發、想還擊嘅時候，試下停3秒，問下自己呢個反應係咪必須？你會發現，當你學識不反應，
世界其實好安靜。你唔再係一個俾人隨便操控嘅扯線木偶，而係一個內心強大到無人可以動搖嘅人。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幫到你梳理你嘅情緒，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我呢個 channel。你嘅支持係我繼續分享好書嘅動力。我哋下次再見，拜拜。